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2月26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8篇耶利米书第26章第1节到第9节，12节到15节，使徒行传第6章第8节到15节，第7章51节到60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中心伫所托付的。使徒行传第6章第7章咧记载第一位的顺道者司提反，伊即个顺道的过程，咱所看到司提反伫即个受到迫害的时阵，伊得到即个毋是伊所犯的罪，无需要的即个控告的时阵。伊当然，伊真坚持伊家己受呼召的使命，趁着伫即个咧辩护即个中间，伊真积极继续来宣扬福音。到伫最后，伊去互石头拍，伫要死的进前，伊讲了一句话，伊讲：主耶稣啊，接纳我的神。佮跪落去大声喊讲：主啊，无得要将即个罪归伫因啦吼。当然讲煞圣经讲伊就断气来死去吼。因为伊忠心伫上帝所托付伊的代志、伊的责任，所以伊尽力尽所有的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佮耶稣是佮我的主。伊是上帝所册内的世界大光，是世间人的愿望吼。这是司提反所咧传的福音的中心点吼。为什么司提反伫最后咧讲着讲毋通将即个罪吼来归互因啦吼？这个有真值得咱思考的两个方面啦吼。第一个当然是司提反用耶稣基督的即个精神，是讲伊对耶稣基督非常了解，伊对耶稣基督钉伫十字架要断气的时阵所讲的即个十字架七言中间的一句话，耶稣嘛安尼讲爸赦免因，因为因所做的因毋知影。这是记载伫路加福音23章34节。司提反伊有即种基督的心。伊赦免原谅者会迫害伊的人。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因为伊受迫害，因为这个罪名是毋是伊的，毋是伊做啥物歹代志吼，中文叫莫须有吼。这无应该是来伫伊的身躯顶来定罪，但是因家己定罪。耶稣基督也是同款的罪。同款的罪名，无需要的，无应该的吼，这个迫害者，这个迫害者其实是需要被赦免的。因为违背上帝旨意的人，亲像伫即个耶利米先知伫即个约经咧做王的时代，遐以色列人同款，因需要被提醒。一旦因会当倒转来伫上帝面头前，因的罪就会被赦免啦吼。若无，因就是家己去敲做即个毁灭的路。先知耶利米安尼讲，我上主安尼讲，恁着遵行我所赏赐互恁的律法，听从我的奴仆先知的话，来服从我，佮一再来。伫即个早所册的遮个中间，我要互即经厝亲像示罗，要互即个城伫地面上，像即个万国咒诅的画饼吼。这是伫经文耶利米先知内底所写的，人若听上帝的话，来遵趁上帝的旨意。就是忠心伫上帝所托付伊的，就是会倒转来伫上帝即个道路顶悬啦吼。司提反是安尼啦吼，当初时伊咧甲遮个人咧传福音的时阵，嘛是咧劝勉因啦吼。
司提反伊是忠心伫上帝所托付伊要做的代志，所以伊毋惊伫宣教上的困难。安尼态度其实是学习基督的。耶稣基督的降生、传福音、受难，就是忠心伫上帝所交托伊，要爱完成迄个上帝的拯救，迄个救恩。咱今仔日伫即个所在，也是讲全世界拢咧庆祝圣诞节，迎接耶稣降生的日子。可能咱会讲真济毋是基督徒的人，伊嘛咧庆祝，但是伊毋知影啥物意思。我有一个较早的青年，伊伫台湾，伊讲哪会足济迄个花教徒吼，满甲规个头安尼吼，嘛伫迄个圣诞夜市，伫遐咧踅街，伫遐咧庆祝啦，吼。所以咱会通知影吼，但是咱毋是遮个人。咱是基督徒，是咱搁较爱清楚知影圣诞节的迄个意义。咱迎接主的降生，咱诚做基督徒爱思考咱的呼召，就是学习迄个忠心伫上帝所交托伫咱手中的。咱想看觅啊，现代基督徒要安怎忠心伫所交托的？当然，圣经无爱咱亲像使徒行传吼，一个一个安尼去赴死安尼吼。其实咱有足侪物件会当做的。伫咱的传福音的中间，吼，除了这传福音的代志以外，除了伫圣诞节咱有办这个报佳音的活动以外，除了伫生活上咱会通想办法来做见证，还是讲咱要安怎做一个真好的见证？其实咱现代上清楚面对的问题就是防疫嘛吼，这个疫情遮尔严重的中间，疫情拄开始的时阵，牧师捌甲咱大家三甲勉励提醒，基督徒会当做好自我的防守，来遵行政府这个防疫的规范，这就是一种的信仰的见证。咱如果亲像一寡人自称做基督徒，因敢若伫遐讲，上帝赏赐我有呼吸、自由呼吸的权利，所以我无爱戴喙篮。或就是讲我会死无，迄毋是你的代志，迄是上帝的代志啊！我无要戴喙篮啦，吼，互上帝决定啊，吼。听起来佫像足勇敢的安尼吼。互人讲，无论疫情安怎吼，上帝互我有自由敬拜的权利啊，所以政府袂当禁止礼拜堂吼，无做礼拜啦。牧师要请咱来思考，即种正的话，敢是真正基督徒应该爱有的见证，是忠心伫上帝所交托伫咱的手中的代志吗？的责任吗？咱来想看耶稣基督甲即个司提反，耶稣基督伊忠心伫上帝交代伫伊手中的，伊的牺牲决断毋是因为家己的权利。是为着要来救人，为着证人。司提反忠心伫所交代伊的代志，毋是为着要救家己的权利。伊是毋是讲赦免因为伊所做伊毋知影？伊所忠心的是将福音分享互需要的人，敢毋是安尼？那安尼，咱来想看觅，你甲我，咱今仔日要安怎做？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2月2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8篇，耶利米书第26章第1节到第9节，12到15节，使徒行传第6章第8到15节，第7章51到6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忠于所托。使徒行传的第6章跟第7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第一位的教会历史当中第一位的殉道者司提反，他殉道的这样的过程。我们也看到了司提反在面对迫害，还有这个莫须有的罪名的控告的时候，他仍然坚持自己所受呼召的这个使命。
他趁着辩护的时候继续积极的宣教。那到最后他被石头打了，即将死的时候呢，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主耶稣啊，求你接纳我的灵魂。他又跪下说，大声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因为他忠于上帝所托付他的责任，就是传扬耶稣是基督复活的主，他是上帝所差给世界的大光，给世人的盼望。那我们要来进一步想说，为什么司提反在这里说不要将这个罪归给他们？我们从2个方面来思想。第一个当然是司提反对耶稣基督非常的了解，他也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钉于十字架上的时候，断气之前的十架7言，其中有一句话这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第23章34节。司提反他有着基督的心，所以他赦免原谅这一些迫害他的人，就如同基督一样。那第二个呢，是因为他是被迫害的，这个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那耶稣基督也是遭受这样莫须有的控告，这样的罪来受难的。因此那些迫害者其实是需要被赦免或者说被原谅的。那些违背上帝旨意的人们，就如同在耶利米先知这个约雅敬作王的时代一样，他提醒以色列人一样，他们需要被提醒。一旦他们能够回转向上帝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否则的话，他们会离开上帝的道路，然后就去自寻毁灭之路。先知耶利米这样说：我上主这么说，你们要遵行我赐给你们的法律，听从我的仆人先知们的话，服从我。我一再的派遣我的仆人先知们向你们传话，你们总是不听。如果你们继续违命，我就这个毁灭这圣殿，像我从前毁灭示罗一样，世界各国都要用这层名字作为咒诅。所以当人们愿意听上帝的话，遵循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其实这就是忠于上帝所交代他们的，这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一些作为啦。那如果没有的时候，就是自己去选择走向毁灭之路，我们说最后的审判那我们再进一步看，司提反是如此，他忠于所托，即便是他遇到的迫害，他被抓，可是他不害怕会遭受这样的困难。这样的态度其实是学习基督的，所以我们称他为这个殉道者嘛。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来思想看看，从降生，从他传福音的生活，从他的受难，其实基本上都是忠于上帝所托付他的一个工作。那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完成上帝的救恩。那今天是我们庆祝圣诞节，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成为基督徒或是基督的跟随者，那我们必须要去思想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我们要来学习什么是忠于所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或许我们可以说，哎呦，太多非基督徒也都在庆祝那也没算什么我有一个以前的学生，他在台湾那他就说他到这个所谓的圣诞市集去，那就发现有很多非基督徒，特别是整个头都包住的那个所谓的灰教徒，他们也在那边庆祝。他觉得很纳闷其实也不纳闷因为现在圣诞节就是变成一个商业化嘛可是当这一些人在这样做的时候，基督徒反倒要更进一步去思想
圣诞节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如何来学习？所以想一想，现代基督徒如何忠于所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除了我们说，这个传福音啊，或是说，我们讲说圣诞节报佳音的活动啊，教会办活动我们就参与啊。那其实应该要更进一步的去思想说，在生活上面我们如何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其实以我们目前的状况来讲，我们还是要回到防疫的这件事情上面。记得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在讨论，特别是在美国，大家讨论要不要戴口罩这个事情。刚开始的时候，牧师也曾经与大家勉励了基督徒能够戴好口罩，那能够这个做好防疫，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如果说我们能够按照政府的防疫政策去做，就是一个美好的信仰见证。如果说就像一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说了他们说上帝赋予我自由呼吸的权利，所以我不戴口罩。也有人说会不会死那是上帝跟我的事情啊，我不戴口罩，因为让上帝来决定了又有人说无论疫情如何，上帝赋予我自由敬拜的权利，所以呢政府不能禁止礼拜堂不能做礼拜还有很多的因素如果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大家认为怎么样？这真的是基督徒该有的见证吗？是忠于上帝所托的吗？耶稣基督他忠于所托，他牺牲绝对不是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请我们记得这件事情。他所做的受钉于十字架这样的牺牲是为了救人。司提反他忠于所托，也不是为了要坚持自己的权利，都不是。他是将福音分享更多需要的人。那问题是，你跟我们自己想一下，我们要怎么做才是忠于上帝所托的？